唔知道大家讀經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尤其係福音書經常挑戰緊當代猶太人好多嘅觀念呢？特別係路加福音，作者路加係好刻意咁樣將當代嘅社會問題，好似係男女、經濟、貧富懸殊、宗教腐敗等等嘅因素呈現喺人嘅眼前。當我哋讀嘅時候，往往當代嘅人就係被挑戰緊佢哋嘅舊觀念。歡迎大家收睇我哋星期一嘅新系列反轉老觀念。路加福音今日亦都挑戰緊我哋今時今日基督徒嘅觀念。就等我哋一齊去到睇我哋嘅觀念需唔需要俾路加福音反轉一下。路加福音12章51至53節，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紛爭。從今以後，一家5個人將要紛爭，3個人和2個人相爭，2個人和3個人相爭，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呢一段係耶穌親自講嘅教訓，你亦都可以話係福音書裏邊最難理解嘅一段經文。如果你單單將佢抽出嚟睇嘅時候，你會覺得點會似係耶穌嘅教訓呢？耶穌點會叫人唔太平？耶穌點會鼓勵人去紛爭呢？仲要係屋企嘅人。其實幾年前就有一套薄有名氣嘅電影嘅法庭戲，就係用呢一段嘅聖經去到證明斷章取義係真係會將成個人講嘢嘅人嘅說話完全嘅反轉，完全嘅歪曲。If blood is going to flow, how do you take that out of context? A guy once said, I am come to set a man at variance with his father and the daughter against her mother. You know who said it? Jerry Rubin. Yes. No. It was Jesus Christ. 去證明斷章取義的而且確可以將說話者嘅意思完全嘅扭曲過嚟，因為淨係睇呢2節嘅聖經，耶穌都可以被解讀成為一個搞亂社會秩序、教壞細路嘅不良分子。Matthew 10:35, and it sure sounds like he's telling kids to kill their parents until you read Matthew 10:34 and 10:36. 呢一段嘅聖經，我哋要理解，當然就係睇返同一卷書裏邊嘅另一處經文，以經解經。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要把你們交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你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呢度就係講述信主嘅基督徒喺不久之後就受到嚟自猶太人同埋羅馬政府嘅逼迫，又要拉又要鎖，甚至乎要殺頭。當時嘅時候就係唔單止喺大街大巷咁樣，基督徒被人追捕，更加係叫人舉報。你身邊嘅朋友親戚如果知道你信耶穌嘅時候，就會告發你，之後就有官兵嚟拉你，甚至乎拉你去處死。弟兄姊妹，今時今日喺好多嘅極權嘅國家，又或者係信奉其他宗教嘅國家，都會發生呢啲嘅事。喺幾年前就有一套嘅電影《殉道者之星》裏邊拍攝咗一套真人真事嘅電影，叫做《桑哲》北韓。裏邊講述咗一位嘅牧師韓忠烈，佢喺北韓嘅邊境嗰度前前後後用咗好多嘅時間傳福音俾超過1000個北韓人，幫助佢哋經濟嘅需要，亦都將福音將呢位真神介紹俾佢哋聽。到最後喺2016年，呢一位嘅牧師就被處死。當時北韓嘅人就收到線報，將佢捉拿並且暗殺。當時喺北韓嘅裏邊仲要大肆嘅宣傳，主角桑哲雖然好驚，但係佢仍然願意將福音傳俾佢身邊嘅人，好似係佢嘅老婆同埋佢最好嘅朋友。呢一啲嘅經歷其實今時今日仍然喺世界每一個角落發生緊。但係我哋又咁諗，如果呢段聖經只係咁狹義咁樣應用喺呢班人嘅身上，
咁我哋生活喺宗教相對自由喺香港呢一個現代社會嘅裏邊，咪完全冇辦法經歷咯。甚至乎我哋讀經嘅時候就會自動篩選咗呢啲經文，覺得呢啲經文唔關我事嘅，呢啲經文我唔會經歷到嘅。久而久之就成為咗一種好固有嘅觀念，唔能夠經歷呢一啲嘅經文。今時今日我哋會覺得做基督徒就要做得夠超，要做到面面俱圓，甚至乎樣樣嘢都 balance 得好好，咁樣先係一個現代成功嘅基督徒。如果你係咁諗嘅話，就要俾路加福音反轉一下你嘅觀念啦。其實喺路加福音嘅第1章一開始登場嘅嗰對嘅父子就已經講緊，其實遵行神嘅旨意的而且確要付出好大嘅代價，要唔理周圍嘅親戚朋友姨媽姑姐嘅閒言閒語，仍然去到行神嘅旨意。路加福音1章5節，當猶太王希律的時候，亞比亞班裏有一個祭司，名叫撒迦利亞，他妻子是亞倫的後人，名叫伊利沙伯。一開始登場嘅呢一對夫婦就犀利啦。撒迦利亞係一個正式嘅祭司，有份入去公職。佢老婆伊利沙伯亦都係亞倫嘅後人，係大祭司嘅後裔。所以話佢哋喺血統嗰度真係碾壓晒所有人。而佢哋後天聖經形容佢哋係義人，係無可指責嘅。所以話其實佢哋無論係先天後天，只要安分守己就已經係人生嘅勝利組。但係正正就係一對咁敬虔嘅夫婦，神就對佢哋有特別嘅呼召喎。聖經咁樣記載，撒迦利亞抽籤成功入到去聖殿裏邊供職，天使就揾着佢向佢顯現。一顯現嘅時候就話俾佢聽，撒迦利亞，你嘅禱告已經蒙神應允啦。你妻子伊利沙伯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將佢改名做約翰，佢就要成為咗呢個時代嘅以利亞，叫所有嘅民眾都歸向神。面對天使呢一個啟示，撒迦利亞第一個反應就係我又老，我太太又老，有咩可能會發生呢啲事啊？天使就係因為佢呢一下嘅唔順從，仲駁嘴，就小情大戒，將佢禁言，唔俾佢講嘢，直到佢個仔出世為止。我哋快轉去到佢個仔出世，當佢個仔出世嘅時候，佢屋企嘅親戚朋友姨媽姑姐就即刻走嚟，話要將佢改名做撒迦利亞，因為呢個名係佢爸爸嘅名，亦都係祭司界當中非常之好使好用出名嘅名。但係佢爸爸就好異常咁樣力排眾議，同佢媽媽一齊話唔得，要將佢個仔改名做約翰。約翰呢個名唔係有咩唔好，約翰就係舊約嘅約拿。呢一個名，如果你係同水啊、同海啊、同魚啊有關嘅話，係非常好嘅名。但係同祭司咧就格格不入啦。改呢個名嘅緣故，唔單止係改名咁簡單，更加係之後俾佢個仔唔做祭司，唔留喺耶路撒冷。約翰就成長喺曠野，漸漸長大，成為咗喺曠野叫人悔改嘅先知施洗約翰。其實呢對父子只要安分守己，聽聽話話，佢哋就可以世世代代咁樣繼續做祭司。但係佢哋卻選擇信服神嘅旨意，完全丟棄佢所有嘅老觀念，甚至乎做咗當時代從來都冇人做過嘅事。要知道當時以色列地已經有幾百年冇先知出現啦，對上一個已經係馬拉基。約翰呢一個嘅舉動係超出咗當時所有人嘅諗法，竟然仲走到去曠野度呼喊叫人哋悔改。呢一個可謂係一個劃時代新時代嘅開始，亦都因為佢哋咁樣配合，耶穌基督嚟到嘅時候，就有呢位先鋒走在前面，叫所有人嘅心都能夠歸向父親，信服主耶穌。我哋返到去今時今日，喺教會長大嘅你，又或者聚會多年嘅你，我哋或多或少返聚會有侍奉崗位，已經係一件理所當然好慣嘅一件事。唔係叫大家唔好聽父輩長輩嘅安排，
而係我哋嘅生活方式，我哋嘅侍奉應該好似呢對父子一樣，係要有神嘅呼召，係要有神嘅旨意喺當中。昔日嘅猶太人，佢哋就好堅守好多嘅禮節，好多嘅傳統，好多佢哋嘅教導，唔係唔好噶。但係神去咗邊一度呢？神嘅旨意嚟到嘅時候，我哋 ready 唔 ready 呢？我哋能唔能夠配合呢？今日我哋都有好多我哋固有嘅方式，我哋以為主日返下聚會，有下侍奉崗位，人哋叫到我就做一做，我哋係一個好聽話嘅基督徒。但係咁樣仍然唔足夠。神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有唔同嘅計劃，有唔同嘅呼召，亦都要求我哋嘅生命有唔同嘅突破。當神嘅旨意嚟到對你說話嘅時候，你 ready 好未呢？你 ready 唔 ready 將你嘅老觀念擺埋一邊，俾佢反轉你嘅人生，叫我哋嘅生命更加有突破呢？我哋人年紀越大，責任就越多。讀書嘅時候還好，出到嚟做嘢，我哋又要聽呢個社會嘅聲音，屋企人上上下下嘅聲音，無形嘅壓力，朋輩、家人、親戚朋友，佢哋嘅意見就壓咗喺我哋嘅心上，叫我哋裹足不前。但係如果我哋咁樣生活嘅時候，只係按住咗一個傳統，只係按住咗一個好合理嘅道路咁去走，但係神嘅道路總係高過我哋嘅道路。我哋今日呢個時代會唔會好似呢對父子一樣，可以咁樣作出改變呢？路加福音唔單止呢一對嘅父子，喺路加福音嘅第一章就插入咗有瑪利亞未婚產子嘅事，去到第三章12歲嘅耶穌亦都自己走咗去耶路撒冷聖殿嗰度同拉比談道咗3日3夜。佢哋呢種嘅生活方式，佢哋呢種嘅選擇，或多或少都受到當時嘅人嘅非議。瑪利亞可能會俾佢未婚夫約瑟休妻休咗佢。少年嘅耶穌會俾父母鬧爆，做咩唔跟住屋企人走失咗？知唔知我哋好擔心，俾人哋趕返屋企。好多呢啲嘅小事或者人生嘅大事，往往就係喺我哋生活當中有發生。歷世歷代好多嘅基督徒、愛主嘅基督徒、傳道人、宣教士，又或者係一啲無名嘅人，都會為咗佢信仰嘅緣故，放棄咗好多佢哋應該行嘅道路，好多嘅專業，又或者力排眾議，選擇咗神要佢哋行嘅方式。今日我哋又係咪成為一班咁樣嘅人呢？路加福音一開頭就將呢一個重要原則擺喺人嘅眼前。信仰絕對唔係一種宗教嘅世襲，唔係家庭圍威喂嘅一個活動。信仰係要有神嘅呼召，要有神嘅旨意喺當中。今日我哋係成為一班反轉老觀念嘅人，抑或好似當代嘅猶太人一樣墨守成規，只係守住一套外邊嘅宗教義務行為呢？我哋下一集反轉老觀念，星期一再見。其實我哋呢個新團隊都係俾神呼召而成立㗎。我哋希望用呢個新嘅方式，可以叫大家返工搭車得閒嘅時間都可以聽到神嘅訊息，可以聽多啲，行多啲。請繼續支持我哋呢一個新嘅 channel，我哋一齊讀多啲神嘅話，行多啲主嘅道。